开始直播吼。好，来，咱今仔日来读1631年9月2日吼。9月2日是一纸杨克群新港号和赤坎号遵照决议出航，再次前往西南。9月3日，杨克群打9号对西南载石头转来台湾遮，但是无早新的消息转来，只敢若有做军对杨克群新港号和赤坎号所接到同款的消息。9月5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会决议，因为到现在巴达维亚的船拢也未来，这讲遮久啊，到即嘛还未到吼。而本馆仓库内底所存放的即个米，敢若会当供应到本个月底，因此万一巴达维亚的船也未来，阮就会严重缺粮咯。迄当阵台湾甚至无米通食。1624年、1631年、1624年荷兰来到遮嘛吼，已经第7天啊吼，伊阁无敢若无招汉人来遮开发来种稻仔的款吼，所以你看连米都爱对巴达维亚迄边载过来吼，所以决定要伫咧台湾遮收购1200多个小麦和尽可能买到的米，嘛是有啦吼，台湾嘛是有米啦，对吧？可能无介济吼。对快艇帕瑞号得悉，讲对即只船来知影讲，小麦伫咧巴达维亚真贵，一刀贵到15到16里尔，一刀毋知偌大刀啥物啊吼。因此，即使船只来咯，也会当甲即寡小麦运去巴达维亚，获取真大的利润。相反的，台语是安怎讲？倒反吼，颠倒反是伫咧欠米的时阵，即寡小麦会当帮咱供应伫台湾公司人员的粮食，而且去收购小麦，假意讲是为着要送去巴达维亚的，较袂互西那人注意到讲阮欠粮食的即种情形。颠倒若会当去收米吼，因清楚米伫遮比伫咧巴达维亚搁较贵，所以因真容易就会觉察到阮欠米吼。即啥你讲的是你讲啥？我来看吼。就是伫遮，伊若去买麦仔，就较袂互其他人注意到讲因欠米吼。因为因假意讲阮买麦仔是为着要送去巴达维亚吼，毋是因为阮欠米。若去买米，因就会真紧就会发现讲阮欠米，所以买麦仔较袂互因知影吼。而且麦仔伫咧巴达维亚遐价钱较好。所以因若甲即种情形甲阮附近的即个敌人讲，
就会互阮的敌人得到真大的好处。若是因要来甲咱攻击吼，变成对阮足不利的吼。好，对本个月3日到7日，继续对南平透暴风，而且落大雨。这是9月5日。继续看9月7日，风力开始减退。注记快艇巴瑞尔号载着几个自由商人和公司的职员，被派直接对巴达维亚前往日本。早一封总督阁下写予迄边的朋友的批。迄只船伫咧8月8日，因为强烈的阵风，所以前往漳州号停伫咧阮的撞击船的边仔。伫咧22日，佫对遐开始出航，前来台湾遮。对迄只快艇，就是巴瑞号遐，知影讲7月18日，就是迄只快艇对巴达维亚出航的日期迄天吼。有4只快艇综合号呢停伫咧遐，停伫咧巴达维亚啦吼，就要来阮遮啦吼。7月的船驶要2个月还袂到吼。愿上帝保庇因平安。9月10日，快艇 Z Birch 号载着司令官 Carstens 来到港外。咱来看一下 Carstens 伊注脚安怎写。John Carstens 是 Hampton 的人。1616年，伊下属商务员，坐即只船叫做楚号吼，伫咧班达服务。就即个人本来是伫咧班达遐，伫遐升任上级商务员。咱就看一下班达岛伫倒位吼。定来讲班达。我嘛袂记班达岛伫倒位啊。我伫遐用班达 Islands。伫咧印尼遮吼。因来班达岛比来台湾早几年啊咧吼。伫咧印尼即寡岛即个中即只吼。南平往南就到迄个澳洲吼 ，Australia。东边是迄个巴布亚几尔吼，巴布亚纽几内亚即粒岛吼。班达岛即粒岛为虾米重要呢？因为迄当阵即个有一种香料叫做肉豆蔻吼，肉豆蔻，咱昨有读过即个词吼。全世界就干那伫遮有尔，就是迄种树啊，干那即遮有。所以迄个香料若送转去欧洲卖吼，利润我本来记诶是几十倍，记毋对，是300倍。但是我捌看人写讲，因诶利润毋是300倍，是几万倍吼。你一只成本1箍，摕转去会当卖几万箍诶吼。所以这荷兰人，毋是干那荷兰，迄当阵英国对即岛当然嘛就有兴趣啊。但是迄当后来就是荷兰摕去吼。荷兰就直接起一个城堡叫做Bell
Fort Belch 啊 ，Fort 比利时嘛，Belch 哦 Belgica 哈，伫遮。为虾米要互各位看即个报呢？因为你若看即个报，你就知影讲，迄当阵伫咧即个台南遮所起的迄粒城堡吼，咱遮堡是差不多是啥物款吼？照相片再看。都拢歹势啦吼，伫咧 Clubhouse 你是看袂到即个相片。你若有兴趣，无你就家己去 Google， 啊，无你即马你看我 YouTube 迄个顶头直播的吼，即个相片，你看因即个报甲即马即个城堡甲即马佫保持甲即好诶吼。但是即个城堡起造时间敢若比咱遮城佫较早，等下我袂记啊，我查一下吼。Fort 叫做啥Belgica。是一个17世纪的一个 fort， 一个城堡吼，有写当时起的。Partially demolished in 1904, it was incompletely rebuilt in 1991. 部分啦吼，部分定起是1919年啦吼，所以毋是迄个堡，毋是全部保持甲即嘛。我无真正看即个有关的即个堡即个介绍吼，我敢若知影讲因迄个堡甲即嘛佫留伫咧遐吼，无像讲咱遮城已经拆甲即嘛，连啥物都拢无留落来吼，啥物都看袂到啊。但是你看，你会当看即个城堡吼，你看迄个城墙偌高啊，你就知影讲迄外用的堡，外用的城吼。啊，咱伫啊，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城吼。荷兰人相款嘛，因起造的城就是绝对差不多是安尼吼。好，所以为虾米咱以后就会读到啦吼？荷兰人，之前讲要拍荷兰人的时阵，荷兰人敢若揪伫咧即个城内底揪几啊个月，之前讲根本就拍袂落来。因内底有食有啉的吼，其实根本就毋惊你踮遐喂吼。好，咱继续转来看日志遮，讲即个 Carstens 号，我拄看了班达才想着讲，想煞看对遐吼。讲即个 Carstens 1616年就伫咧班达服务啊，所以比台湾的开发佫较早几啊十年吼。无早无甲10年，台湾是1624嘛吼，1616。伫遐升任上级商务员，1621年到23年，正做自由商人。1623年，即只船，叫做阿汉号和贝拉号去新几内亚吼，南岸探险。转来了后，伫安稳是啥物所在？担任上级商务员。1626年回国，回去转去荷兰。1631年以舰队司令经过波斯，过来到亚洲。即年的8月，率领几只大船来到台湾和中国沿岸。1632年去波斯，对遐再搁去莫桑比克，顺补葡萄牙船。1634年以 Pieter Vlach 的舰队副司令回国，接受17人董事会赠送的400号盾。这是即个人的即个声明，叫做 Carstens 即个司令官吼。讲9月10日，快艇 Zeeburg 号载着即个司令官 Carstens 号来到港外，因是伫过去的8月2日，就是顶个月2号。该动快艇卡维号
Southern 号甲 Beaverwick 号斗阵航离巴达维亚吼，因即几只船吼，拄则讲即3、4只船，做一个离开巴达维亚，伫咧顶个月8月2号，因伫咧 Markowski Island， 即毋知啥物所在吼，诶南边甲北边因为暴风来含其他诶快艇分散去，因运过来载过来好有5箱诶钱含一寡做栅栏吼用诶即插头，栅栏台语要安怎讲？叫做啥物木栅啦吼。Stop。我查一个啊，台语大词典，栅栏。安怎讲？就是木栅吼，木柵就是即嘛台北一个木栅，高雄嘛一个木柵吼。高雄木栅是伫足线内，一般人毋捌听过，一般人较毋知影迄个所在吼。迄是即嘛住伫遐，拢是西拉雅诶原住民，但是拢讲含咱讲相反讲台湾话。哦，这是木柵。因载过来好有5箱诶钱，甲一寡做木栅用诶插头。9月13日，快艇 Kewick 号嘛来到港外吼，因对巴达维亚诶出发来到遮诶船一只到吼，因为去互风拍散，无同齐来，同齐出发，但是无同齐来吼。9月14日，快艇沙淡号嘛来到港外，含其他快艇做伙，但是要入来即个港道还无到平静，所以爱搁停留伫咧港外。今仔日华商就是新仔商人吼，新仔生意人叫做韩曼吼，伊会用客船又搁来到即个台湾，伊是伫咧今年8月22日对台湾，应该是对澎湖出发的日期，出发前往日本。伊即个后壁即个注解可能是翻译的人写吼，讲伊伫今年8月22日出发前往日本，因为伫咧航程当中拄着遐尼强烈的即个北风，地需要将所在货物的一半弹出去船外来保全性命吼。风影伤大吼，你载伤重，船会变会沉落，所以物件就弹一半出去。但是因为季风已经过去，认为讲无法度通到日本咯，所以决定要转来台湾。所以这是韩漫的迄只船吼，毋是？我记得之前有讲一只船，踮遐咧等，是毋是即只？我记得可能是即只啦吼。讲等到最后一工，阮无走袂使吼，结果走嘛是搁走袂，嘛是搁无法度到日本。迄当阵，但是我记得我较早捌看伫倒位看到人讲，即个大航海时代的船吼，你毋通看伊是靠风咧驶吼，因较早有法度操作讲正风着逆风而行吼，正风你驶你行就对。就是当然是靠操作迄个帆啦吼。当然我是迄个技术是安怎我毋知，反正就是利用迄个帆虽然正风，但是风吹的时阵，你有法度船颠倒会当，比如讲透北风，你颠倒有法度往北行。因这无法度，这我就毋知吼。迄个西方的人，即个工程的技术原来是足够的吼。9月15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接到对澎湖来消息讲，快艇Beaverwick号伫咧本国月某一天，迄个日期无去吼，空白，已经到澎湖，Beaverwick已经到澎湖，因为食水
因为食水爱深，食水深爱到14笑，即只写14笑。无长官的命令就袂当决定是毋是应该爱来即个台湾，因此长官阁下今仔日议会提议讲，是毋是应该派快艇阿森德号去偏湖，甲迄只比伯维克号顶头的货物甲放落，甲落落来吼，而将伊引带到水深适当的所在，就是讲。是毋是互伊甲一寡货物放啊，互伊当驶到水深较适当的所在，或者是只敢若派一只团体的用客船去调换该快艇来这港外来落货。这港外是啥物港？毋知你讲倒位吼，应该毋知吼。最后决议，快艇阿森德号一旦会当出港，就要即刻去偏湖，等遐甲比伯维克号的货物甲落来，然后再斗阵转来台湾。9月18日，这读的就过就好啦。9月18日3工写做一篇，因为港岛的风影吼遐尼大，致到即个阿森德号无法度通出港。讲要去偏湖，结果无法度去款吼。今仔日助理 William Kick 和将客船安海号甲新港号对漳州号转来到厝地，报告讲，伊去厦门拄着几个寒咧的车野，甲伊讲爱即刻转来台湾，因为厦门的公土娘是一个人吼，公土娘。奉军门的名义已经发布通告，毋准任何人伫个西南沿岸协助任何的荷兰人。如果有人被发现和荷兰人交易，上严重会处死刑，并且会没收因全部的货物。要达成优良的交易的希望，真正是渺小就是希望足细啦吼。今仔日是真难得，咱伫个拜六早起写台湾在时间，拜六早起写读即个读书啦吼。感谢各位吼，咱继续看吼。这就是即工讲，是哪官员已经公告吼，袂使含因做生意。9月19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会取消要派阿森德号去偏湖，去落迄个比伯维克号顶头的货物的迄个决议吼，进行迄个决议取消，因为迄只快艇就是比伯维克吼，因为港岛的风影真大，无法度出港。即只快艇是讲迄个阿森德号无法度出港。天气看起来非常温和，但是佫随时会透北风，所以决定要去调换比伯维克号来即个港外，应该是来，意思是讲本来是要派船去落货，甲货对迄只船对迄只比伯维克号船顶甲落来，但是即马改变就是阮。派人送批去甲迄个比伯维克，叫迄只比伯维克转来台湾遮，踮咧台湾即边来落货。所以呢，写批派一只新仔人的用客船去偏湖通知比伯维克号。今仔日上级商务员特劳纽斯率领用客船赤坎号、淡水号和打狗号对维头湾转来到厝地。伊即讲厝地拢是讲台湾啦吼。带消息转来讲，伊捌接到一贯的批呢允准伊会当去安海和厦门开始通商，但是一贯的母亲的弟妈听到即个消息的时阵，拄开始敢若表现甲真愉快、真欢喜，但是2-3工后就派人通知特劳纽斯，伊
讲特朗普必须要载伊的船只，带伊的船只离开一段时间，因为一年一度来巡检船只的东山的官咧，近日啦吼，近日来会来因遐吼，因若看到荷兰人，伊的后生会去互大官裁去。伊嘛讨讲，伫伊的后生对母兵转来以前，伊伫咧贸易上袂当来甲阮帮衬，因此特朗普感觉讲只好啦，转来台湾无其他的办法。对即寡全部的消息，就会当看出讲，阮伫咧时纳，特别是伫咧比迄寡大官是安怎咧对待，吼，安怎对因是啥物态度，吼。迄只快艇比无为号伫咧昨暗已经含特朗普因同齐离开澎湖，要航来厝底了，吼。OK， 有诶代志，咱会当看到伊伫日志写一遍、两遍、三遍，吼，像即个，因为迄个大官吼要来，只要要来去厦门遮，因着爱闪，这毋是第一遍哦，毋是写第一遍。9月20日，快艇比无为号已经来到港外，对澎湖来到台湾遮吼，所以呢，随派所有适当的船只出去落迄只快艇顶头的货物。今仔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要甲迄个已经开始落落来迄个南沙城堡。哦，即个南沙堡是土去起的吼，用土起的，土家去起的，但是已经开始咧放啊吼，讲是热兰遮城的一个灵堡吼，就是热兰遮城有一寡灵堡，其中一个灵堡的名叫做南沙。要甲迄个已经开始有咧放的即个灵堡，用石头甲贴起来吼，并且甲完全甲建造起来，安尼来为遗守城堡，无违背董事主公伫咧含总督阁下特别叮咛，袂使起新城堡或者是堡垒的命令，就是因为遮个命令讲袂使起新城堡，吼，所以因即嘛就只好甲即个等于帮派即个旧堡甲用石头甲起起来。颠倒是伫咧执行因所指示，爱尽量欠爱尽量欠啦吼，诶命令，因为安尼做不但会当减少驻军，也会当大量少用工人和奴隶，就是莫起新堡啦，因为人无遐济嘛。9月22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议会决议，快艇阿森德夫号伫咧后个月的6日以前要准备好，以便载运已经有的货航货物以及批信吼，去巴达维亚互总督阁下，就是即只阿森德夫号要后个月要去后个月6日要去印尼吼，并且决议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含司令官卡斯登斯要率领村的快艇，要炸7万里的现款尽快吼，尽量较紧去希纳，要去看用柔和的方式是毋是会当进行交易，并且决议讲，船长 Quast 爱率领3只装备完善的撞击船去探查希纳的北岸。这之前有讲着讲，因决议本来要去探查即个所在吼，但是伫咧可能的情况之下，尽量北去探查
也决议讲关系要去攻击来往伫个马尼拉和会上客船的代志，因为若如决议录所记载几个因素，将会延前到后一摆的南方季节来执行。迄当阵，因着要对马尼拉回航，真容易去捕获，真容易去掠到其他船啊，伊嘛无讲要掠啥物船哦，就是咧马尼拉来往的即个上客船哦。今仔日北风增强到遐尔啊强，风力差不多是超过2年前的迄斗的大风台，9个对吼，做风台，互停泊伫咧商馆头前的洋客船安海号和新港号，因暗拢去互迄个定拢找转去吼，结果去弄花，弄到船破喙去。靠着站桥码头停泊的快艇阿森多夫号，也去互风吹上花吼。但是伫咧23日，方向转移，改吹西风，也改吹南风，使得该快艇又搁有法度，又搁落水吼，浮起来。快艇威灵顿号的小艇和迄只领工船也拢去互风吹上陆地，弄碎吼，船弄歹。越南野堡周围的土墙老失真多，木墙房、枯桶房和石河房拢去互风吹倒去吼。其他工程和房屋也损害严重，公司的厝和市镇呢，即只是讲台湾市镇，台湾市镇就是当阵就是后来起的即个城吼，车坎楼嘛吼，车坎楼是湖南人叫啥名，我一时也袂记吼。公司的厝和市镇呢，新仔人的厝拢共款，损害严重，透风台啦吼，做风台。即个强风，搁落大雨、夹大雨吼，使得仓库内的货物差不多拢完全拢浸歹去啊，无法度避免讲会烂去的即个结局吼。我今仔日伫 YouTube 看到谢龙介讲，我毋知影即当时新闻吼，讲安平古堡要改名叫做日南野堡嘛吼。谢龙介讲都是政治操作吼，意思讲我敢若迄影片敢若看头前5秒啊3秒，讲民进党你想车要出头吼，大家知，啊我就甲关掉吼，我就是伊足袂爽讲，这就是拢是政治操作吼。我咧想讲啊，对啊，本来就是政治操作，这本来是政治操作，又搁安怎是搁安怎？哪里不对吼？有啥物毋对吼？你较早你新仔人迄种人讲足得逞吼，迄种政治操作，即嘛改做即个含大航海时代吼，规个会当聚集起来，迄种足扩大即种含世界聚集的即种扩大的眼界，啊，即种政治操作有啥毋对？本来就是日南遮城堡啊嘛，有啥物毋对？甲安平古堡历史上无即个安平古堡即个名啦吼，一直以来拢是日南遮即个城堡的名嘛。改正名叫做日南城堡是倒位毋对？哪样啊？即寡笨手哦，迄种目睭内敢若看到死那，目睭目光如豆啦吼。
即寡本色将来伫历史上对即寡人拢是见笑即寡人，我直接讲。好，歹势我一时啊吼伤激动。好，9月22日做风台吼，咱看过就好。9月24日，即一天天气即天气大部分已经拢平息了后，发现快艇比莫维克号已经无伫咧港外原来停靠的所在。毋过按照常理来判断，任何快艇伫即种暴风雨的天气拢无法度停伫遐。但愿上帝会当保庇伊，互伊平安无事吼。风台透到直接船无去吼。9月28，连续4天吼，无用你修理一寡倒落来的甲损害去的工程，并且装货到快艇阿森多夫号顶头，也对其他快艇来落货。9月29。有几只希腊人的即个撞客船对漳州河来到出队，带来消息讲，一竿犹伫即个武平附近，应该伫咧14日市内会转来吼。已经禁止商人运货来台湾，只有迄寡得到军门的通行证、国家纳税的生意人才会当运货来台湾交易。就像进前前往马尼拉以及其他地方交易的商人安尼，其中真相如何，有待时间分晓吼。一直以来，即个希腊人吼，即个天条自居吼，家己是天下的中心吼，所以无爱含即个全世界大航海时代，全世界一寡欧洲的国家伫咧海上争来咧争斗吼，逐个咧拼性命咧趁大钱，但是希腊人拢无参与吼，这就是谢龙介因即种人的心理啦吼。10月1号、2号、3号，哇，规10月无记日期吼，敢若写一句话，佮无特别的代志吼。咱来看4日，10月4日。尽管普特曼斯国下汉议会商议要去探查中国北方的迄寡洋客船，如果伫咧航行中拄到希腊人的商船要去过人或者是淡水，或者是要对过人淡水转去希腊，是毋是应该攻击因并且夺取因，或者是莫采取任何敌对的行动？因要去探查即项代志吼，还未决定吼。议会有鉴于目前公司伫咧储备也有遮尔丰富的资金会当运用，也毋知影讲公司伫咧日本演变的确实的情形，所以决议讲对上述船只的敌对行动要延迟啦吼，一直对日本甲希腊有进一步的消息了后再来做决定。迄寡洋客船即道出航，敢若是去探查中国的北方吼，去希腊北方，无其他任务吼。过来，经过10月对5号到14号的日，是敢若14号规个拢无嘛？一直到10月对拢无。有10月15，为虾米无 link？ 看奇怪吼。好，跳过10天吼。10月15日，10月15日，这是写啥 ？C 伫台湾商馆所写的日期的定录，所以是定录定15日到1631年10月15日到1632年10月14日吼，规年哦。
这是1632年吼，我看无啥有啦吼，敢若是规年的资料拢无，敢若一寡定了尔吼。我咱来看咧，1631年10月15日，顶管普特曼斯阁下函议会决议，要甲村内的一个塘装起，要互伊装起快艇威灵顿号和撒旦号，以便对西那沿岸载运去巴达维亚。伫个西那沿岸也有搁较侪会买到即个货物，也要做一个工作要运去巴达维亚，也决议讲今后以后要搁按照正常的配给方法来分油、醋甲烧酒予公司的人员，因为所收到的粮食会当供应12个月，也决议讲因为预定要去探查西那北岸的容克船淡水号和赤坎号也未出航，这项代志讲遮久啊，船到即摆还未出去啊。颠倒是因为要用来搬运迄寡快艇的货物，以致因的帆和其他的地方、其他所在严重受损吼，严重受损害，要甲迄寡所在甲完全修理好，需要至少10天到12天的时间。但是北方季节已经完全开始吼，即个季节还是季节吼，即个节会当读节还是节吼？北方季节已经完全开始，吼，迄寡预定的，吼迄个预定的航行搁较会变搁较困难吼。就是因本来要去北边，但是已经透北方啊吼。搁加上迄寡快艇拢无法度分出一寡水手哦，就一寡水兵啦吼。因为对巴达维亚所带来即个水兵本来就无介偌济啊吼，其中搁真侪人搁破病吼，所以互即寡上客船无法度配备到遐的即个人员。虽然 Z Birch 号配有57个人 ，Catwick 号54个人，撒旦号37个人，但是因当中水手真少。水手我台语我袂晓讲吼，我毋知是毋是讲水手，还是水兵、水夫啦吼，水手是水夫，或者是船台吼。台就是舵啦吼。因当中的即个水夫真少，大部分是船舱的工作人员以及袂晓操作航海的人。即寡上客船用安尼的人无法度通航海啦吼，因此毋但无法度对迄寡快艇分出水夫来，还阁必须要对最近对巴达维亚来的新兵当中要派几个去做水夫，分发到各只快艇顶头去。因此呢，要去探查西那北岸的即个航行，会延迟到明年的3月、4月吼。迄寡受损害的洋客船会拖到拖上山啦，拖上即个陆上啦吼。过来10月25日，搁跳10天啊吼。伊甲这10天写做一纸尔吼，无重要的事。迄寡快艇伫咧准备后次的航行，并且听候适当的天气来出航。10月26。快艇 Z Birch 号、威灵顿号、Catwick 号和撒旦号航出港外，去停伫北边沙洲区的下方下面啦吼，听候上早的机会要出航前往西那，丹通啦吼。10月27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率领上述快艇出航前往中国，要去执行上述决议。决议是啥？毋知吼。
暗时啊要来到迄个海贼岛拍定停船，风力开始增强。海贼岛讲是就是望安岛啦吼，平湖望安，即嘛叫做望安岛，较早叫做海贼岛吼。海贼岛是啥 ？Rovers Land，Rovers Land 吼，这是荷兰语啦，我学袂念诶吼。风力开始增强。翻译者有写注脚讲，对即天一直到1632年2月4日条日志，写伫海上和福建沿海。过来，你会看吼，伊写日志诶人伫倒位吼，伊写诶迄个要安怎讲，就是迄个观点吼，伊写诶迄个观点会变成伫迄个所在来写，比如讲伊若写讲楚地，可能迄当阵若是伫咧厦门，迄个楚地就是厦门吼。即嘛是伊讲即嘛是写伫咧海上甲福建沿海吼，所以过来你看时阵就爱知影讲伊讲诶楚地是啥物所在吼，毋是台湾吼。这是1631年10月27日吼，这是10月最后一篇啊吼。过来，奇怪，嘛是佫有28、29 28、29、30、31，无嘛吼，含11月1号一直到11月4日吼，这8天写做一篇吼。所以咱已经读到1631年11月啊吼，11月就是年底要佫到啊吼，一年佫读要了啊，诚紧啊。但是总共有38年吼，38年，这已经是第7年啊嘛吼，佫后手佫30年吼，咱逐逐读。北风强烈到无法度渡海去支那，只好停伫咧上述岛屿的岸边，应该是望安岛啦吼。快艇威灵顿和 River Charles Island 互拢各失去一个丁吼，风伤透丁转去吼。9:21，11月5日，1631年11月5日，这是明世宗崇祯4年吼。崇祯就已经是明帝国上尾一个皇帝来看吼。11月5日，强风已经大为减退，就是风已经较停了吼。因此，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会决议要继续航行，下晡船队用篷出航，对海贼岛，就是望安岛的下边驶过去，方向东北北吼。即嘛咱应该惯势讲北北东啦吼，有吹动桅顶篷的风一种篷叫做桅顶篷啦吼，伫咧桅杆的上顶头迄款吼。迄个议程，我查一下，议程是应该是第2天才去嘛吼。我查一下议日的汉语，大概安怎读？驛吼，所以议程就是驛神吼，驛就是过长日嘛吼，过日明仔载就是驛吼。驛神就是明仔载才去。驛神望见漳州河的南角，会当看会到漳州河的南角吼。中昼伫咧距离迄个有一个洞口的岛，这是毋是迄个风？这毋是我想讲是伫片湖。对，因为伊已经来到漳州河啊嘛，就是厦门遮嘛吼。中昼伫咧距离迄个有洞口的岛
差不多1海里的所在停歇吼。伊讲即个有洞口的岛是今仔日叫做东碇吼，东碇我毋知是毋是读碇吼，东碇吼，东碇伫厦门的东南边，差不多1海里的所在停伫遐。暗时啊，船队搁再度用篷出航，但是无法度驶入去上述的即个漳州河，无法度驶入去漳州河。阴暗，有时啊有透剧大风。今仔日翻译员颜面吼，即个新仔人迄个颜面的变成因的翻译员啊吼，坐用客船打到号去厦门内底，要去探听一寡的消息以及其他的状况。11月7日，阮停歇伫迄个有洞口的岛的北边，差不多1海里。下晡，船队再度用篷启航，暗时来到烈屿下面停歇。烈屿我记是伫金门岛的西面的一个大岛吼。今仔日上述翻译员就是迄个颜面的吼，坐用客船对厦门出来，报告讲一竿还袂对母兵转来，也毋过伊已经写批转来，互伊的老母和几个迄个生意人讲，若是阮要来遮要求通商贸易，伫个袂造成伊不利的效果的情形之下，要尽量来帮助阮的交易。关系到前一阵仔通过禁止和阮通商的迄个告示，生仔人证实讲，迄是奉着军门的命令公布的。因此，因为即个禁令，除了甘贝亚和缅甸以外，无生意人敢来台湾和阮交易。这两个人显然取得军门的许可，会当来台湾和阮交易。但是要伫遮和阮交易，就要看公统用是毋是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吼，这是安怎？台语我都袂晓安讲吼，是毋是会当当做无看到吼？不过因答应讲伫个2工之内会载一寡商品落来，阮是毋知讲现在这一切是毋是一竿伊所造成的，为着伊家己的利益去造成，或者是和伊无关系，阮无确定吼。也毋过对这一切情形已经真清楚会当断定讲，除了使用武力去吓惊迄寡大官以外，无其他任何的办法会当来做自由交易、自由贸易。11月8日，长官普特曼斯阁下和议会决议，因为上述的消息以及有可能要伫个2个所在分头进行交易，互资金会当较早运用，决定要派上级商务员特拉纽斯载2000里的现款以及100里的礼金去安海见一寡的老母迪玛，要去看讲照即个方法是毋是会当进行交易。今仔日特劳纽斯坐将客船打到号早所决议的资金出发去安海。好，继续读。11月11日，甘贝亚坐伊的洋客船，载一寡布、一寡糖和小可淡薄仔即个青丝出来停伫个阮的边仔。伊迄寡好物吼，即个甘贝亚好物，阮全部拢甲买落来，这是真好的开始。但是若无其他搁较侪生意人，无惊吓了，无惊吓来和阮做交易。若无安尼啦吼，若无其他生意人来和阮做交易，对想要
快速运用阮的资金，就帮站无啥帮站吼。9:29，9:29，剩1分钟。11个一直到13、14、15、16、17、18吼，这6天，敢若写一纸尔，咱甲读过吼。有强烈持续的北风，就是一直伫透北风啦吼，因此甲上围含上围风拢甲放落来吼。伫即种天气也会当讲无船只有法度通来遮，因为风伤透吼。好，这是11月17一直到18日吼。时间到吼，咱就读到遮。后礼拜我看情形啦吼，无一定有法度通读啦，尽量啦吼。因为后礼拜四暗我就爱去坐飞机吼。后礼拜，过来是礼拜日吼。礼拜日应该是我本来就有开一个房间要读即个，毋是读啊，是要来开讲吼，讨论即个台湾各族意识吼。一般咱主题拢是就是伫咧台湾各族意识吼。比如讲有啥物问题当讨论，或者是有啥物做法会当大家当分享安尼吼。欢迎各位若有兴趣会当来听。迄是无录音，有录影啦 ，YouTube 有啦吼。你若有兴趣再去 YouTube 应该看会到吼。但是无录音啦，所以你伫 Clubhouse 看袂到吼。好，安尼感谢各位。义文今仔日有哪感谢你吼，多谢你。好，多谢。好，安尼咱感谢各位，咱就来关房吼。我再通知人，看后礼拜我都通读，若有时间我就尽量读吼。好，安尼我来关房。